你讲有冇嘛该邦交国嘛该吼，故说你都这个请机费。其实我一次看到这种故事或者这种事情，这个请机费啊，对，你看就知道讲，Don't people 哈，台湾就安尼啊，反正不要对讲，我们必须孤立在太平洋的小岛边。我说你去搞会出去看，也没用本车去想的哈。我说我有机费话，就会经常讲，还有做到嘛个东西，一定都不很看到你看到安尼吼。那天气在多客家天师的时间，我要安尼讲，老大家同佢讲，我们做呢個老客家，只是請世界客家人來探訪啊。我說嗰時就做青島做下客家全球客家嘅東西，其他事情沒用用啊。迄講有做起嘅時間，做嘛 Netflix 剛開始嘅時間哈，那就磁鐵客家天師的磁鐵客家天師嘅工作，係會做嘛咯？因為那時候講一種新的媒體來嘅，佢啊，迄講迄個東西用到 Netflix 做嘅時間，佢全球你看得到，唔是一隻國家去買嘛。過去做嘅東西做出來，一隻國家去買，你知嘛？沒呀，沒有，你講做出來，你就賣本給，佢就全世界看得到。所以你讓13年的時間，就老開始聽就講，我想要做呀咧，因為我知道講做 content 的東西，一定老做平台嘅經營冇用。你做一隻天使就有天使的風範，唔過你做內容時就看冇用。嗰時候我嗰時就講，好啦，實在出來做其他嘅東西好嘅吼。當然嗰時當然到新嘅公司，我就第一件事情，讓我同事講，我第一件事情東西要打入 Netflix， 好，全球人看得到吼。我做會到嘅，我做到嘅吼。如果有做嘅，都要做嘅產出啲 Netflix 地度。當然我一變成講一張名片，我去全球世界各地。讀到年嘅時候，我做為出去啲 Netflix，其他全部就Netflix 就看得到啊。那作為安尼一種變化啦哈。